我有個朋友好中意食埋晒嗰啲脆卜卜嘅油炸嘢，屋企咧又管得嚴喎，又唔俾佢食喎，食到佢死痕啊，半夜又唔敢咳喎，揞住個嘴，到底咧，哇，好辛苦。咁咧就扮乖仔，阿老婆我唔想飲咖啡啊，有冇雪梨水？加多2碌蔗落啦咁。一講到呢度咧，佢老婆心知肚明，咁佢老婆話：需唔需要加條毛巾落啊？要，捉隻毛巾雪梨水定咗嚟噶嘛，要。咁然後咧飲啦，哇，清潤甘甜，好鬼舒服啊！佢老婆咧就一巴聲埋去咯。啊，而家冇嘢俾食啊，寫成埋晒熱氣嘢，我咪搶新鮮啊！嗱，痛苦咧就唔會霎時間消失嘅，咁淨係依度轉到呢度啫。嗱，呢件事咧係有朋友講俾我聽啊，係朋友啊，一本故事到呢度咧就已經結束咗啦。我聽完之後咧好嬲啊！如果我覺得飲杯竹蔗茅根雪梨水都要睇面色嘅話，巴鳩就堂堂嘅名廚，我打唔過你，唔通做唔過你？我屋企自己整，只有竹蔗茅根雪梨呢3種。但我齋雪梨都2種啦，一鑊嘴料一個竹蔗茅根雪梨茶，都落足9樣嘢。雪梨片、竹蔗乾、胡蘿蔔、紅棗粒、雪梨粒、白茅根、無花果各根搭埋8盒。嗱，唔額外加糖啊！雪梨茅根竹蔗係主力，佢負責主要嘅甜味，就係好似丈夫喺屋企嘅頂梁柱。就呢3樣嘢咧，冇咩意思喎，所以就需要紅棗同無花果味道，都係甜，但係霸咗啲喎，同正話嗰3樣一配合，好似家庭裏邊同老婆2個打配合。哇，好和諧啊！如果我每次上音都要準備9種嘢，好鬼麻煩。所以咧，我整成一個茶包咁樣，搭多塊大嘅雪梨片，更加清潤。熱水一沖，即刻出湯啦！呢個就好似感情咁樣，短暫嘅歡愉之後咧，要考慮嘅就係細水長流呢個問題啦。嗱，呢啲咪叫細水長流咯。嗱，好方便啦，攞隻杯掉落去，放熱水得啦。嗱，你有冇睇細細一包啊？好襟沖噶，慢慢咧浸去3到5分鐘就可以飲啦。我呢個茶包煮就方便啦，返學飲啦，喺車度飲啦，踎喺度飲啦，喺度飲啦，瞓喺度飲啦，睇電視飲啦，宵夜飲啦，任何時間地點有杯有熱水就可以飲啦，方便到不得了。最主要係2個字，襟沖。嗱，其實邊個人初戀都係熱情似火㗎，你敢保證一直長期落去都係熱情似火咩？嗱，我覺得啊，嗒真啲，越嗒越有味道啊！浸去3分鐘，千祈唔好後擒啊，後擒會淥嘴㗎喎。浩氣長存，再撻返上去。第2泡啊，泡3-5分鐘咧，一定出味道。哇！今日泡咗成個下午嘅片啊，然後最尾咧整杯竹蔗茅根雪梨水俾我，哇！成個樂高翻咗嚟，喺對嘅時間，如果對嘅人喎，7杯冇問題啊！